聽唔聽到？係啦，係大家好啊，歡迎大家今日參加我哋 HKIE MMNC 嘅 seminar，係啦。咁今日咧個主題咧其實就係防火。咁即係俗語都話水火無情啦。咁最緊即係救火最緊要個頭幾分鐘嘅黃金時間咧，就係即係個關鍵係啦。所以咧今日我哋單止咧即係同大家重溫一啲必備嘅救火設備係啦，同埋亦都講一啲即係最新即係AI 啊或者 IoT 嘅即係智能防火嘅發展啦，係啦。咁首先第一位我哋請嘅 speaker 咧就係擁有好多多年豐富社區防火教育經驗嘅 Anthony 係啦。咁第二位咧就係喺機電同埋智能物聯網領域深耕咗廿幾年嘅係咪？超細啊，都好老下。係啦。咁大家有啲咩問題咧？即係網上嘅朋友咧，可以即係喺個Q&A 個 box 度 drop 翻係啦。咁跟住咁 CPD 咧就會喺完咗之後咧，即係現場朋友我會派俾你哋啦。咁網上嘅朋友我哋會睇翻個 attendance，跟住再我 email 會 send 翻俾你嘅。咁事不宜遲，咁交俾 Anthony 先。Thank you。咁大家好，我係嚟自柏星集團旗下防火易有限公司嘅 Anthony。今日會同大家去分享一啲我哋嘅應急防火設備，同埋我哋嘅一啲最新嘅科技啦，包括就係我哋點樣去應對家居防火，同埋一啲家居嘅火災安全。今日最主要會分咗兩個部分。咁第一部分就係介紹我哋嘅防火四寶。咁第二部分咧就係會介紹我哋一個多網絡嘅煙熱感測器。咁其實雲福苑嘅火災都係響起咗一個警報，令到我哋係必須要去對防火安全重新去做一個檢視，同埋加強我哋喺家居防火入面嘅培訓同埋準備。其中我哋其實都留意到喺一啲嘅家居防火或者係家居火災入面咧，其實煮食嘅火警係最常見嘅成因之一。而煮食火警相對嚟講咧，係我哋能夠去做一啲嘅防禦措施，同埋就係透過添置一啲嘅家居防火用品嚟去避免，又或者係及時去阻止。咁正如頭先都有所講，就係話一個火災，我哋由發生出現火源到佢係真係燒成嘅時候，其實中間係會有大約3至5分鐘嘅黃金時間。咁呢3至5分鐘嘅黃金時間，其實對於家居嘅用戶也好，亦係其他處所嘅用戶，其實都可以透過使用防火四寶嚟去阻止火勢嘅蔓延，又或者係令到火勢唔會咁快去燒成。咁如果根據數據咧，香港消防處喺2025年就做咗關於火警成因分類嘅統計。咁其實我哋睇翻呢一個分類統計，基本上煮食爐火同埋電力故障一直以嚟咧，都係一個最主要嘅火警成因。而我哋都針對住一啲嘅家居爐火煮食啦，譬如最常見就係唔記得閂爐火，又或者係突然間油煙搶火導致廚房起火，然後就焫着咗一啲嘅現代家私，又或者電力故障透過可能係充電，又或者係喺處理鋰電池上面嘅一啲嘅意外，而導致到出現火警。咁我哋係針對住煮食爐火同埋電力故障兩類型最常見嘅火警成因咧，嚟去建議我哋嘅家居用戶其實係可以去添置一啲嘅防火用品，亦即是我哋經常所講嘅家居四寶。咁其實咧，我哋講到話家居火警啦，我哋添置家居四寶嘅作用咧，其實就係喺呢2至3分鐘嘅火警初起黃金時間入面去執行一個可以防止火勢蔓延，又或者係一個逃生嘅作用。咁其實喺現代嘅家私同埋現代嘅裝修入面咧，我哋發現本身都係參雜咗好多唔同嘅易燃物料，譬如梳化入面可能會有物料導致到當火勢係燒着咗梳化嘅時候，係令到個
加劇嘅速度、蔓延嘅速度會加快啦。咁所以變咗我哋家居嘅用戶居民，能夠喺短時間之內頭2-3分鐘去作出一個火警嘅回應，去中斷個火勢蔓延，又或者係去決定係咪應該留喺單位等待逃生，定抑或係要去滅火咧，係尤其重要嘅。若果錯過咗呢一個最初嘅撲滅，又或者控制時機，嗰個火勢同埋濃煙就會迅速地去擴散，令到逃生其實就會係更加困難。咁剛才有講到就係煮食同埋電氣短路係兩類型最常見嘅家居火警，而我哋都針對性地咧係推出咗一個家居防火四寶。而呢一個家居防火四寶嘅概念，其實係早喺2018年，我哋集團係開始係推行。就係家居防火嘅推廣咧，就已經好建議市民去配備一啲嘅手提式滅火嘅工具。咁其中呢家居四寶包含咗邊4樣嘢咧？第一，一個獨立火警偵測器，亦即是我哋成日所講嘅煙霧頭，又或者係一啲嘅煙霧警報器，又或者係煙熱警報器。咁其實呢一個嘅獨立火警偵測器就能夠喺火警發生嘅最初期嚟去做一個嘅反應。包括就係現時譬如若果係香煙點着一啲嘅火警，又或者係燒香拜神嘅時候，好多時我哋個火警初期未必會有火焰，但係就會有濃煙，又或者係會有一個煙霧嘅出現。而我哋透過獨立火警偵測器，比如一個光電式嘅煙霧警報器，就能夠喺第一時間知道有火警嘅發生，嚟去發出一個嘅警報。咁警報多數係一個高頻嘅蜂鳴聲音啦，同埋就係閃燈。咁我哋能夠就係去第一時間通知嗰個處所嘅使用人，又或者係住戶居民嚟去爭取時間作出逃生，又或者係滅火嘅一個反應。咁講到去滅火嘅時候咧，就出現咗兩類型。我哋第2同埋第3寶就係我哋嘅滅火筒同埋滅火氈。咁以滅火筒嚟計咧，我哋會比較推薦家居去使用乾粉式嘅滅火筒。咁乾粉式嘅滅火筒咧，亦都係能夠有效咁去針對我哋剛才所講比較常見嘅電氣短路同埋煮食火災。咁一陣都會再詳細地去講關於滅火筒嘅使用同埋一啲注意嘅事項。咁滅火氈亦都係我哋常見嘅家居滅火用品之一。滅火氈嘅用途咧比較多，我哋會建議家居嘅用戶安裝喺廚房，能夠可以喺短時間之內去撲滅一啲煮食油火，又或者係煮食爐嘅火警。咁操作嚟講咧，亦都係比滅火筒更加簡單，同埋係更加輕便嘅。咁針對若果係一啲嘅火警，我哋唔能夠有效地去撲滅，假如係超出咗能力範圍，又或者火勢係一個唔安全嘅情況，我哋唔能夠撲滅嘅時候咧，我哋會建議係等待救援或者逃生。咁等待救援最好其實就留返喺單位一個安全嘅地方嚟去等待救援，而逃生嚟講咧，我哋都有一啲嘅產品。一啲嘅工具可以幫助我哋嘅住戶喺逃生嘅時候去爭取到一個更加好嘅逃生時間啦，同埋一個能夠存活又或者避免受傷嘅工具。咁包括就係我哋第4寶嘅防煙面罩。咁一陣都會係就住防煙面罩去做一個更加多詳細嘅介紹。咁講到話呢個防火四寶，咁其實家居嘅用戶咧，而家係可以自行去購買同埋自行係儲存喺屋企嘅。因為根據2023年消防處其實就係針對裝置及設備規例去做咗一個修訂，而喺11月1號開始咧，家居嘅滅火筒同埋滅火氈一啲手提式嘅消防裝置係能夠我哋嘅家居用戶自行去添置。同埋自行去放喺屋企去作一個防火準備。咁呢一個嘅修例政策其實係第一希望可以拆牆鬆綁，提升咗整體香港嘅家居安全，鼓勵市民去自備一啲嘅滅火設備。第二係希望喺住宅嘅住戶度咧係可以令到我哋嘅整體居民係有一個更加大嘅意願去添置，又或者係安裝呢一啲設備。咁其實呢一個嘅修例有2大嘅重點嘅，包括第一。呢一啲嘅防火設備，包括滅火筒、滅火氈、煙霧警報器咧，係唔需要每12個月由註冊承辦商去檢查，亦都無需要保持設備時刻嘅一個有效狀態。咁但係不過當然呢一個係規例上面嘅修訂，但係消防處
同埋所有嘅供應商都會建議就係我哋嘅設備使用者，又或者係添置咗嘅居民咧，係定期去自行檢查設備，確保係隨時可用嘅。買咗翻嚟要適用，要保養得好，同埋要維修，先至能夠確保我哋嘅裝備係能夠喺火場之中，又或者係出現突發情況嘅時候咧，保障得到安全。咁一陣亦都會就住唔同設備嘅保養注意事項嚟去同大家分享。咁至於好多同業啦，又或者好多嘅用戶啦，其實都會問點樣樣去選擇一啲有效嘅手提設備。咁呢一類型嘅手提設備確實係市面上五花八門，亦都有唔同嘅供應商。咁現時消防處已經推出咗呢一個手提設備掃易認嘅應用程式，其實就係喺香港消防處嘅應用程式入面咧，係可以透過攝像頭去掃描我哋嘅手提設備嚟去知道係咪一個認可嘅滅火設備。咁就變咗省卻咗無論係我哋作為供應商啦、零售商啦，定抑或係家居一般市民嚟去辨別一啲有效嘅滅火產品。咁我哋可以即時地透過呢一個手機掃描咧，就知道嗰個型號，又或者呢一款嘅牌子，呢一款嘅裝備係咪已經獲得消防處嘅認可？咁喺呢一個嘅安排上咧，係便利咗我哋嘅整體居民，又或者係整體嘅用戶去選擇一啲合適同埋認可嘅消防設備。咁我哋先講我哋嘅滅火筒。咁其實滅火筒咧，我哋過往一直喺各類型嘅場合，包括係一啲嘅住宅嘅防火嘅教育嘅環節啦，入到一啲嘅公司啦，喺社區啦等等唔同嘅場合咧，都希望可以普及得到滅火筒嘅使用口訣同埋一個使用方法嘅。咁除咗係家居用之外，其實因為公眾場所又或者係唔同嘅交通工具，比如巴士、港鐵都配備咗滅火筒，亦都係一啲光粉式嘅滅火筒。咁所以當我哋嘅用戶能夠盡量地去學識點樣用滅火筒咧，其實都係提升咗整體我哋香港嘅防火安全。咁使用滅火筒嘅時候，我哋有一個口訣就 PASS P-A-S-S。咁第一個 P 咧就係 pull，我哋去拔出嗰個安全鎖針。咁喺滅火筒度咧，我哋一般平時都會有一支安全鎖針嚟去避免滅火筒係被錯誤，又或者係喺一個冇預警情況底下係被激活嘅。咁我哋拉出呢一支安全鎖針之後咧，就握緊支滅火筒。就做 A 啦，我哋 A for M 就瞄準我哋火源底部。咁因為火嘅燃燒，我哋瞄準底部先至有效撲滅啦。咁我哋瞄準完底部之後咧，就會按壓落去滅火筒嘅手柄，就 squeeze，S for squeeze。咁我哋按壓落去操作桿之後咧，佢就會開始噴射滅火嘅填充物啦。譬如假如係一支乾粉滅火筒，咁佢就會噴射乾粉出嚟啦。咁我哋就最後就要 S 啦，S for sweep，佢就要來回地去掃射啦。我哋透過喺一個安全距離來回掃射嘅時候，就能夠有效地去撲滅一個火警。咁但係不過留意嘅就係，假如我哋嘅火災係難以控制，又或者係現場冇一個安全嘅距離，又或者安全環境咧，我哋建議係返回安全嘅地方嚟去等待救援，又或者係逃生同埋致電999求助嘅。咁針對滅火筒嘅使用示範咧，我哋準備咗條短片都可以同大家分享，同埋就係了解滅火筒真實嘅使用情況。一夜換顏，8倍 Terra 車源，一瓶突破瓶頸期，日復一日，更安心、更緊緻、更飽滿。SK2 LXP 連信。各位大家好，今日會教大家點樣正確使用滅火筒。首先要提醒大家，滅火筒只能撲滅初期嘅小型火警，使用之前應該先評估火勢以及同火源保持至少3米嘅安全距離。想有效撲滅火警，就要牢記滅火筒使用口訣：拔、瞄、壓、掃。拔出安全鎖針。瞄，握住皮管噴嘴後，瞄準火源底部。壓，用力按壓操作桿，噴向火源底部。掃，左右移動掃射後，持續監控並確定火源熄滅。若果未能夠成功撲滅火警，就應該立即安全逃生，致電緊急單位求助。即刻上 www.firexfire.com 選購合適你嘅產品，防火易，保護家庭話咁易。
咁剛才係一個簡單嘅示範啦，關於我哋如何去使用滅火筒。咁對於滅火筒日常嘅保養同埋一啲嘅注意事項咧，其實都非常重要嘅。咁包括我哋點樣去存放，同埋點樣去檢查一支滅火筒係咪仍然有效，係處於一個合適嘅狀態咧。咁第一，關於擺放位置，滅火筒一般咧，我哋會建議係擺放喺當眼處一個顯眼同埋容易記得嘅位置。當發生火警又或者特別情況嘅時候，就可以即時嚟去攞得到，亦都要確保其他嘅家庭成員又或者係處所嘅使用者都知道佢嘅位置。咁其實最常見咧，我哋都會建議用戶係放喺走廊啦，又或者係廚房門口一啲比較容易攞得到嘅地方。咁擺放嘅地方咧，亦都要避免潮濕同埋避免陽光嘅直射嘅。咁因為始終都係一個嘅滅火筒身啦，一個金屬筒身啦，咁所以亦都會有生鏽同埋壓力異常嘅風險。咁所以喺擺放上面都係要特別留意。而做滅火筒嘅日常保養咧，我哋建議其實家居嘅用戶係每一個月應該自行去檢查一次滅火筒嘅。咁首先第一步咧係做一個外觀嘅檢查，檢查翻若果有壓力錶嘅話，究竟壓力錶嘅指針係咪喺一個綠色正常嘅位置？咁若果喺紅色嘅位置，即是代表筒入面嘅壓力過高，又或者係壓力不足，咁呢個時候咧就需要去更換同埋處理啦。咁睇完壓力錶冇問題之後咧，我哋就睇埋外觀嘅檢查，尤其是筒身又或者係噴嘴嘅位置，究竟會唔會有明顯嘅物理損壞？譬如嗰個噴嘴變形，又或者係筒身出現生鏽情況。咁若果出現咗上述嘅情況咧，亦都係需要立即去更換嘅。咁第三咧，我哋要留意嗰個噴嘴位置，噴嘴會唔會因為潮濕又或者係塵埃問題被堵塞又或者損壞？我哋必須要保持噴嘴位置嘅暢通。咁第四咧，我哋檢查完之後，確保要擺翻喺一個記得啦，同埋容易攞得到嘅當眼處。滅火筒周圍最好唔好擺放其他嘅雜物，亦都唔好太近一啲可能發生嘅火源，譬如唔好放喺煮食爐旁邊，亦都唔好放喺一啲嘅密集電掣位旁邊，咁俾我哋喺真正發生火警嘅時候，能夠快速有效咁去取用。咁至於一啲滅火筒嘅保養咧，其實一般嚟講，我哋就會建議滅火筒嘅用戶，我哋每一個月做上述嘅檢查，然後咧，若果一直都冇問題嘅時候，我哋年滿5年嘅時候咧，亦都係需要去更換嘅，即係無論有冇出現剛才所講嘅保養問題，又或者一啲損壞問題咧，我哋都建議我哋嘅用戶係去定期更換。而滅火筒嘅更換咧，包括市面上我哋都有供應嘅就係一啲嘅回收服務，咁亦都係可以回收一啲使用過，又或者係差唔多到期出現損壞等等唔同情況嘅滅火筒咧，我哋係能夠去做一個回收嘅工作嘅。咁要安排回收同埋棄置滅火筒呢一個，亦都係我哋建議家居用戶買咗滅火筒翻屋企之後係必須要執行嘅一個動作。咁至於一啲新式嘅滅火筒，亦都係各位可能會比較關注嘅，就係會見到有一啲迷你手提式嘅滅火器。咁其實呢一啲嘅滅火器咧，而家亦都係越嚟越普及啊。包括就係我哋好多嘅用戶日常都會同我哋去詢問，究竟有冇啲係細支啲、容易拎嘅滅火筒？咁包括可能係俾一啲嘅相對細啲嘅小朋友啊、青少年啦，又或者係長者都可以更加容易地去操作。咁其實咧就可以介紹呢一支嘅迷你手提式滅火筒。咁其實呢一支嘅滅火器咧，已經係得到香港消防處認可，已經攞咗消防信噶啦。咁而呢一支嘅滅火器咧，入面其實係一個滅火水機嚟嘅，係啦，呢個滅火水機溶劑。咁佢係能夠撲滅到4類唔同嘅火警嘅。咁其中咧比較特別嘅就係能夠撲滅到電器嘅火警。咁當然係一個初起嘅小型火警啦。呢個亦都係subject to廠商嘅一個 fire rating 同埋佢哋提供嘅數據啦。咁但係能夠撲滅到多類型嘅火警，包括我哋喺家居最常見嘅煮食火警同埋電器火警嘅。咁除此之外，佢最大嘅特點就係迷你輕便嘅設計，基本上其實就係同一支樽裝水差唔多嘅一個大細同埋體積，而入面亦都係一啲環保嘅水劑配方，噴射咗出嚟之後咧係對環境無害嘅。咁呢一支嘅滅火筒咧，我哋建議家居係可以配備喺廚房又或者睡房嘅位置嚟去撲滅同埋去處理一啲家居初起嘅小型火警。
咁而呢一支嘅小型嘅手提式滅火器咧，亦都係已經喺市面上有發售，亦都係有唔同嘅供應商。咁我哋都好建議市民就係可以去配備一啲迷你嘅手提式滅火器，以一個輕便嘅方式提升家居防火嘅安全。咁落到去第二步講嘅就係消防嘅滅火氈。滅火氈我哋一般會建議係可以針對家居嘅廚房火警。咁滅火氈其實佢嘅物料咧係一啲嘅內高溫嘅纖維物料。咁呢一啲嘅纖維物料能夠去承受高溫，並且係有效去隔絕空氣。當用滅火氈去撲滅火警嘅時候咧，我哋係用一個窒息法嘅方式嚟去令到火源去熄滅嘅。咁最常見嘅問題就係滅火氈係冇底面之分嘅，係啦，滅火氈係冇底面之分。使用嘅時候，我哋唔需要分正面或者反面，只需要完全覆蓋我哋嘅火源咧，就能夠去有效地撲滅火警啦。咁我哋首選擺放嘅位置咧，建議係放喺廚房，咁因為係比較有效去處理一啲嘅爐火嘅意外啦，又或者係一啲嘅廚房初起火警。咁同樣地都係放喺一個容易攞到嘅地方。咁當然唔好太近火源位置。擺放嘅時候亦都留意，究竟滅火氈兩條拉帶係咪容易攞得到啦？當我哋去操作滅火氈嘅時候，手會握緊住拉帶，然後覆蓋翻自己嘅手掌手腕，保護咗自己嘅手先至去操作。咁所以亦都要留意緊滅火氈嘅擺放。咁至於滅火氈嘅使用咧，我哋係滅火氈係不能夠重用嘅。咁因為若果我哋嘗試過去撲滅火警之後咧，就有機會會損壞咗嗰個內高溫纖維。咁所以咧，任何曾經使用過嘅滅火氈，我哋都係唔能夠重用，亦都唔能夠去清洗，又或者係對滅火氈進行任何嘅改裝，又或者係其他嘅一啲自我嘅一啲嘅修補。咁所以咧，喺滅火氈嘅使用上面咧，我哋都準備咗一條短片，可以去同大家去分享一下滅火氈嘅使用方法。各位大家好，今日教大家如何正確使用滅火氈。滅火氈能夠撲滅初起嘅小型火警，係家居防火好幫手。首先，使用嘅時候用雙手握住拉帶，將滅火氈拉扯落嚟並且展開，將手部覆蓋喺滅火氈後確保安全。然後將塗有滅火塗層嘅一面向外，完全咁覆蓋喺火面上，不留任何防隙，隔絕氧氣，盡快撲滅火警。記住，火勢不受控就要即刻逃生，同向緊急部門求助啦。以上資訊由防火易提供。即刻上得。咁剛才係一個滅火氈使用嘅簡單示範啦。咁滅火氈亦都係被我哋嘅用戶咧，又或者係平時會採購家居防火設備嘅一啲居民咧，係比較受歡迎嘅，亦都係經常會配備喺我哋嘅廚房入面。咁到另一步咧，就係我哋嘅防煙面罩。防煙面罩係我哋關鍵嘅逃生用品。咁因為其實喺火場入面咧，大部分嘅傷亡都係因為吸入濃煙而導致窒息啦，又或者係氣管灼傷所致嘅。咁所以咧，防煙面罩係能夠有效地去隔絕一啲嘅火場濃煙同埋有毒氣體，令到我哋嘅市民能夠喺短時間之內2-3分鐘嘅黃金時間嚟去逃生，係保障我哋生命安全嘅其中一個重要防線。而我哋嘅防煙面罩一般咧係可以抵禦到大約20分鐘嘅時間啦，亦都係可以耐到一個高溫性能。咁包括係能夠過濾到一氧化碳同埋其他嘅有毒氣體，提供咗一個比較有效嘅呼吸嘅時間，同埋就係一個清晰嘅視野，俾我哋嘅居民啦，又或者使用者能夠有效逃生。咁各類型嘅數據，又或者係佢哋嘅逃生防煙嘅能力，亦都係根據廠商同埋根據實際產品嘅一啲數字會有唔同。而市面上亦都有各類型唔同嘅防煙面罩，咁包括咧現行消防處所推廣同埋建議嘅就係能夠獲得3C 認證嘅防煙面罩。
獲得3C 認證嘅防煙面罩咧，亦都係廣泛地包括喺防火易嘅平台啦等等唔同嘅渠道都係能夠去採購嘅。咁防煙面罩其實最主要就係提供一個能夠逃生嘅時間啦，同埋就係可以做到一個多重便利嘅保護。咁包括平時我哋逃生三寶有濕毛巾啦、鎖匙啦，同埋就係電話。而呢一個就係可以俾我哋無需要濕毛巾去揞住口鼻嘅時候，能夠去俾我哋有2隻手可以放翻出嚟，有空間可以去逃生，又或者係去尋找逃生出路。咁所以防煙面罩咧係對於我哋火場逃生入面一個非常重要嘅工具。咁除咗係一個嘅防煙面罩之外咧，越嚟越多我哋嘅用戶又或者一啲嘅居民都會詢問就係、其實有冇一啲係可以令到我哋整體防護或者逃生嘅時候，防止我哋嘅火焰又或者一啲火警嚟去燒傷嘅咧？咁我哋都係引進咗呢一個比較新型嘅浸潤式隔熱逃生防護服。呢一件逃生防護服咧嚟嘅時候，其實係一個嘅黑色嘅箱啦，大家可以喺熒幕上見到啦。黑色嘅箱入住，而開嘅時候咧，呢一件嘅防護服其實係濕潤嘅。咁我哋係因為已經浸咗一啲嘅防火溶劑啦，咁所以喺一個全濕嘅情況下咧，我哋嘅用戶着上身嘅時候就能夠有效地喺火場入面去逃生。當然呢一個亦都係要視乎翻現場嘅環境，一定要喺一個安全同埋合適嘅情況底下先至逃生。如果唔係咧，留喺自己單位等待救援就會係最好嘅一個火警嘅反應方法啦。最後去到最後一步咧，一啲嘅獨立火警偵測器，獨立火警嘅警報器啦。咁其實最常見咧，我哋喺家居就會用到光電式嘅偵測器嘅。咁因為剛才一開頭有講到就係好多家居嘅火警，譬如煙頭蠟燭一啲嘅家具啦，又或者係拜神火警，好多時都未必係會咁快有火焰嘅，咁會係先有濃煙啦。咁而我哋透過光電式嘅偵測器就能夠去短時間內偵測得到濃煙，從而就係發出火警嘅警報。我哋採用光電式嘅偵測器咧，其實最主要係因為光電偵測器嘅原理能夠去符合到家居嘅一個用途。咁呢一個光電式嘅偵測器其實係透過光源感應嚟去探測煙霧嘅。咁我哋每一個嘅偵測器嘅偵測口咧，其實都係會去探測住我哋一啲嘅煙霧粒子嘅進入啦。咁當有濃煙又或者係有火警嘅時候，就會影響咗光源折射，同埋影響咗煙霧粒子嘅吸入。咁當受光量減少，又或者係被影響嘅去到一定程度咧，我哋嘅煙霧警報器就會發出一個警報信號啦。咁包括我哋會有一個高頻嘅蜂鳴聲啦，仲會有閃燈嘅警報。咁一般我哋都係喺市面上咧做咗好多嘅測試，亦都係參考咗消防處嘅數據咧。咁煙霧感應係會比熱力感應咧係更加快地去探測到家居常見嘅火警嘅。咁而安裝嘅位置亦都好緊要啦，咁包括就係我哋會建議假如係每一個房間又或者每一個嘅空間啦，每一個 compartment 入面咧，其實都係應該去安裝一個嘅煙霧警報器嘅。咁而呢一個煙霧警報器咧，最大嘅用途係希望我哋喺一個比較低警覺性嘅時間，亦都係可以知道火警發生。譬如我哋夜晚熟睡嘅時候，假如出現火警，亦都係可以及時知道。咁所以我哋嘅安裝點好重要，安裝點會影響咗我哋火源嘅偵測同埋火警嘅一個警報啦。咁所以我哋要避免幾個安裝嘅位置。第一，我哋避免安裝喺廚房同埋浴室，呢一啲係比較多油煙同埋水蒸氣嘅地方，有機會會導致我哋嘅偵測器出現誤鳴。第二咧，我哋就避免安裝喺一啲通風口同埋風扇附近，譬如分體式冷氣機抽氣扇附近，我哋就避免安裝，因為強烈嘅氣流又或者係一啲嘅空氣嘅流動咧，會影響咗我哋光源嘅偵測，我哋煙霧粒子進入煙霧感應器嘅一個情況，咁所以呢個要避免啦。第三就係避免一啲嘅牆角死角位，咁所以咧，我哋最理想嘅安裝位置係每一個房間嘅中間點。譬如喺睡房入面嘅正中心嘅天花位置咧，就會係一個最佳嘅安裝點啦。而安裝咗呢一個嘅煙霧警報器之後咧，亦都係需要恆常去做測試嘅。咁包括
唔同類型嘅煙霧警報器咧，其實佢都會有自己嘅測試按鈕。咁家居用戶咧，其實我哋建議係要去做一個嘅測試啦，要去撳 test button 啦。每一個月嘅時候，去確保我哋嘅煙霧警報器，第一係有電，第二係能夠正常地去反應嘅。咁若果出現咗任何嘅情況，其實都係應該要立即去安排保養或者維修，或者係更換電池嘅。咁現時咧，其實市面上都出現咗好多唔同嘅獨立火警偵測器，唔同嘅形狀、顏色，又或者係功能。咁部分咧係能夠去聯繫得到一啲嘅手機應用程式啦，又或者係WhatsApp 啦，透過 WiFi 啊，透過 4G 啊，透過唔同嘅網絡嚟去提示我哋嘅家居用戶，又或者係一啲嘅使用者係發生火警。咁變相就係呢一個無需要拉線嘅獨立火警偵測器，能夠遠程無線咁去通知得到我哋用戶出現咗一個火警嘅情況，從而就係立即去採取反應，又或者係去報警求助。咁所以獨立火警偵測器咧，會係我哋去應對火警，又或者係去喺火警發生嘅時候採取必要措施嘅重要一環。綜合嚟講，我哋呢一個嘅防火四寶，包括滅火筒、滅火氈、獨立火警偵測器同埋防煙面罩，能夠全面咁去為我哋家居嘅用戶，又或者一啲處所使用者咧，係去提升佢哋喺發生火警嘅時候嗰個嘅警覺性啦、執行能力啦，同埋就係處理火警，包括係逃生，又或者係尋求救援，又或者係滅火方面咧，佢哋嘅能力亦都係大大提升嘅。咁展望希望可以透過更加多唔同嘅網絡，更加多唔同嘅平台咧，可以去推廣我哋嘅一啲嘅煙熱感測器啦，我哋嘅防火四寶啦，咁亦都係可以令到我哋家居防火安全係顯著提升。咁接落嚟咧，我哋就會再介紹一啲新嘅智能科技，包括新嘅煙霧警報器。OK，好，唔該Anthony 咁精彩嘅分享啦。咁跟住落嚟就去到第二部分。咁第二部分咧就係關於我哋有個全新嘅一個發明啦，喺香港地道嘅發明嚟嘅。咁首先就即係都感謝各位嘉賓啦，工程師啦，咁俾一個機會我喺呢度可以代表我 Unity Solutions。去分享我哋最新嘅一個科技。咁我今日嘅主題咧就係點樣去用一啲智能科技係應用喺呢個防火呢個範疇嘅應用嘅。咁我哋一直咧都認為咧，科技咧唔單止係推動城市嘅發展，亦都係守護每個屋企嘅一個好堅實嘅屏障嚟嘅。我希望咧透過今日嘅分享咧，我哋可以同各位業界嘅前輩啦、精英一齊交流，去探討點樣善用呢啲科技，令到我哋香港成為一個更安全、更智慧嘅香港。咁容許我喺初頭咧介紹多少少我哋公司啦，因為係比較新少少嘅。咁我哋公司咧個名叫 Unity Solutions。咁其實喺個名 Unity 裏邊咧，其實咧已經蘊藏咗我哋三大嘅核心嘅。我哋第一咧就係要團結各類嘅科技，打造更舒適嘅生活。第二咧，我哋係要團結各個行業嘅專業人才，我哋要做到更高嘅效能協作。第三咧，我哋係要團結唔同嘅方案，我哋要建構呢個智慧嘅城市。咁 Unity 咧係一間扎根喺香港，以 ESG 為呢個核心嘅智慧城市同埋樓宇設備嘅供應商。我哋嘅好清晰嘅使命就係要運用科技去令到香港改變，去令到更智慧、更安全。我哋深信咧，智慧咧係堅信呢個科技咧係可以解決一啲問題，而係真係實實在在咁樣去改變一啲現有嘅問題。咁大家見到呢張相咧，其實都記得我哋舊年有一個好沉重嘅教訓啦。咁而呢個教訓咧，其實係用咗好多人命咧去換咗翻嚟嘅。咁我哋大家咧其實都冇忘記到。咁呢個奪去咗168條寶貴嘅生命，破碎咗2000個家庭。
咁令到我哋咧其實係會覺得我哋要反省下，究竟發生大火嘅時候，我哋係咪有一啲預警嘅機制同埋一啲設施係唔夠可靠嘅咧？我哋仲有冇一啲機會喺悲劇發生之前咧，我哋把握一啲時間可以做一啲逃生同埋救援咧？咁藉住呢樣嘢咧，其實我亦都同大家分享下數字啦。我哋其實香港咧，其實係我哋係一個好密集嘅城市啦。咁係一個好繁華啦，但係咧喺繁華背後咧，都暗藏咗好多火警風險。喺2025年咧，我哋香港平均咧係一年有5000多宗火警成災嘅。咁而絕大部分嘅成災咧，係喺我哋以為最安全嘅地方，就喺我哋嘅屋企。咁大部分嘅成因咧，都係不外乎兩樣嘢，一係咧就係人為因素，一係就係意外。咁喺2個月之前咧，其實將軍澳日出康城咧就發出咗吊袋充電嘅時候而失火啦。而喺同1個月幾日之前咧，其實就發生咗煲窿嘢而導致火災。咁其實呢啲火災咧，其實我哋究竟佢就會造成一啲濃煙啦。咁我哋其實係向我哋咧發出咗一個好嚴重嘅警號。其實呢啲火災咧，其實係喺我哋附近好容易係會發生。咁所以咧，其實政府咧喺2021年咧，都其實已經大力咁宣傳推廣家居獨立火警偵測器。頭先 Anthony 都有介紹過。咁但係佢最主要其實有3個好核心嘅要做嘅嘢，就係話佢喺現場第一要做到偵測火警，第二就係發警報，第三咧就係盡早逃生，呢3個功能。但係咧呢個獨立煙霧感測器最大嘅盲點咧，就係喺現場嘅人係收到警報，但係如果屋企係冇人，又或者喺現場嘅人佢係聽唔到嘅，譬如瞓咗覺啦。又或者其實佢有聽力嘅問題啦，甚至乎可能其實係有佢啲心愛嘅寵物，根本佢哋其實係冇能力去通知翻出邊嘅人。咁所以咧呢啲舊傳統嘅一啲煙霧感測器咧，其實有一個好大嘅短板。所以咧就亦都激發喺我哋咧研發呢個新技術嘅一個起點。咁今日同大家咧就介紹我哋一個本土我哋自己嘅發明，就係一個叫升級版嘅獨立火警偵測器。我哋呢個品牌咧叫 Kutru， 咁咧就係一個智能街區本地嘅品牌嚟嘅。咁我哋個產品名稱就叫做 4G 多網絡煙熱感測器。咁我哋呢部產品咧，其實係乘住我哋對家居安全嘅堅持同埋技術，我哋做一個嘅深度研究嘅。佢唔單止係一個普通嘅煙霧感測器，而係一個24小時不停運作、覆蓋多網絡嘅智能安全管家。我哋咧係需要重新訂立香港家居安全嘅標準，我哋希望可以做到呢樣嘢。咁大家咧，我哋亦都做咗一段短片咧，去同大家等容易明白我哋個產品。見習而家識咗啦，有呢個提醒，你唔使成身掛掛。我哋多一重守護，安心啲。呢個係 4G 多網絡煙熱火警探測器，唔使 WiFi，唔使 App， 唔使拉線，偵測到煙霧或異常熱力，就會即時 WhatsApp 通知你。佢唔只係一個煙霧警報器，唔只係警報聲，而喺屋企即時揾到你。多一層守護，多1分鐘反應時間。好。
好啦，呢句口號啦，多一重守護，多一分反應時間。我哋嘅理念好簡單，但係極之重要，因為多一分鐘，我哋就得到無價嘅呢一分鐘係非常之無價嘅。Kujo 嘅誕生咧，新咧就係為咗呢個一分鐘嘅守護。咁喺呢度咧嘅再簡單講少少我哋嘅核心功能啦。我哋有幾點嘅。第一點咧就係我哋用一個叫 4G 多網絡，而呢個咧係一個煙同埋熱嘅複合式感測器。我哋係唔需要依賴屋企嘅 WiFi， 咁確保到咧喺斷網斷電嘅時候咧，警報咧都依然可以準確到發出嚟，係永不失聯嘅。第二咧，我哋係首創WhatsApp 即時推送火警信息，呢個係原裝去 WhatsApp 嗰度嘅，係中間冇通過任何其他嘅程式再去嗰邊。咁我哋咧喺當其實一個警報現場觸發到10以上分貝嘅響去做現場嘅提醒之外咧，我哋同時咧就會系統向所有預先設立咗嘅聯絡人咧，就發送一個 WhatsApp 做一個實時通知，做一個遠程嘅報警，確保到做到一個叫做雙重保障。我哋嘅設計理念咧，其實係一樣嘢嘅，其實就係去中心化。我哋監控係一個去中心化。傳統嘅系統咧，好多時都係用實線駁翻去一個中心嘅系統，但係佢需要一啲人去自己去譬如一啲管業嘅人啊等等嘅人去幫佢哋睇住啲嘢。但係如果有咗呢個獨立煙霧感測器，但係可以有 WhatsApp 功能咧，其實將嗰個去中心化咧，我哋就去除咗，就有警報咧係自己可以睇翻。咁所以我哋係為所有家庭啊，特別係長者啦，同埋物業管理嘅人啦，可以提供到一個可靠零門檻嘅智慧消防方案。咁我哋有8大嘅產品特點啦。第一，我哋唔需要 WiFi， 頭先都講過。坊間其實有好多 WiFi 嘅solution 嘅。咁但係大家有冇想象過，如果火警嘅時候 WiFi 我哋嘅網關咧係仲會唔會正常運行緊咧？同埋 WiFi 會唔會壞咗你都唔知道咧？咁我哋嘅 solution 咧係冇需要用到 WiFi 呢樣嘢，確保到個信息唔經 WiFi 就可以傳到出去。另外咧，我哋可以做到一個同步通知。我哋嘅 WhatsApp 咧，我哋係可以俾佢加一啲其他嘅成員去一齊去做一個監控嘅。咁第三咧就係我哋用一個 4G 多網絡，我哋會確保到咧唔單止係一個網絡，而係如果嗰個網絡收唔到嘅話咧，亦都會有另一個網絡咧去可以收到嘅。咁我哋頭先講過，我哋係唔需要一個 download 一啲智能手機 app 嘅，我哋係原始用 WhatsApp 就直接對接到我哋嘅消防 sensor 感測器。咁唔需要額外駁電啦，因為我哋係入電池嘅。咁所以咧，其實咧就安裝係非常簡單，同埋咧就係唔需要拉線。我哋可以做到煙同埋熱呢兩種叫 parameter 啦，去做一個測試啦。咁我哋安裝咧，亦都其實3個步驟咧就已經完成㗎啦。咁喺大家其實喺做呢個煙霧感測咧，其中一個最大嘅痛點咧，就係經常會唔明嘅，譬如打緊邊爐啊，咁可能就會有啲煙就出咗嚟，水蒸氣咁樣，咁就會令到嗰個裝置咧就嗶聲咁樣咁嚇親大家。咁我哋其實咧有一陣都會講下我哋個技術點樣去令到嗰個唔明率咧係特別降低。咁但係咧，我想呢度咧，首先就再分享多少少咧，就係我哋喺設計初時階段咧，已經係考慮一個安全嘅設計。咁我哋就做咗一個對比啦，就係唔安全嘅咧，就係因為用 WiFi 去中間要經過一個網關，咁個網關一定要確保到佢冇事啦，自己冇壞啦，又或者佢有電係提供到俾佢，咁先可以傳到做到一個接收。咁我哋其實就頭先講過，就用咗4G 多網絡，唔需要經網關。
同埋咧直接用 WhatsApp 對接，多人可以連接。咁 WhatsApp 咧，亦都其實基本上係個個人都有嘅，咁大部分人有啦。咁所以咧，其實亦都即係唔需要好繁複嘅安裝底下就可以用到我哋呢個產品。咁喺呢度我哋又再分享下我哋個簡單設定點樣方便到大家。其實咧，我哋咧好簡單，我哋亦都有齊晒啲說明書啦。一開嘅時候咧，其實都已經有咗一個網絡卡已經喺裏邊㗎啦。咁我哋咧其實只需要咧駁通咗電之後咧，咁跟住咧就做一個登記。咁呢個登記咧，其實就係首先 scan 翻我哋 Unity 嘅 WhatsApp 賬戶，跟住就同我哋個 WhatsApp 傾偈，譬如 say hi。揀翻你哋適合嘅語言，跟住最後咧就我哋每個產品咧都有一個獨一無二嘅 QR code 嘅。咁 scan 翻嗰個產品嘅 QR code 喺我哋好似而家圖上邊咁影，唔係 scan 係影相，跟住再 send 翻出去呢個 WhatsApp 嗰度。咁跟住佢就已經成功匹配咗啦。咁已經其實呢個時候咧，我哋個產品已經正式啟動噶啦。咁跟住，其實你見到下邊亦都可以增加成員嘅，我哋可以加，譬如兄弟姊妹啦，或者如果有朋友啊，亦都緊急聯絡人都可以加埋佢啦。咁最後咧，我哋需要做一個簡單嘅測試，就係頭先都有講過，我哋每個產品咧都有一個 test button 嘅。咁撳一撳 check 下收唔收到信號，咁就得㗎啦。咁呢個咧見到咧就係我哋用一個好簡單1分鐘咁嘅時間咧，其實就已經可以將成個裝置咧已經設定好，可以安裝喺指定你哋要做嘅地方，做一個保護噶啦。咁頭先都講過啦，唔明係一個最大嘅痛點嚟嘅，做呢個煙霧感測器。咁我哋點樣防止咧？我哋咧其實咧，我哋個 sensor， 我哋個 detector 咧，我哋係用一個叫做光電嘅感測啦，但係我哋用咗一個叫做雙波長光學感測技術，即係意思咧就係佢有發射有兩種唔同嘅波段，咁咧就其實舉個例咧，就係好似一雙眼咁樣個偵測器，就係一雙眼，咁同時咧就發射同埋接收兩種唔同嘅波段嘅光線。咁當遇到水蒸氣嘅情況或者塵埃呢啲大嘅粒子底下咧，我哋呢兩組嘅感測器同時收到嘅信號嘅差距咧係非常之細嘅。咁我哋個系統咧就會識得自動判斷呢個就唔係火災，因為佢判斷到佢非常之細嗰個個差落，咁所以咧係判斷唔係一個火災。咁但係真正嘅火災咧，係會產生一啲好細黑色嘅一啲粒子。咁而呢啲粒子咧，經過個雙眼或者我哋叫做接收啦，我哋咧就會 detect 到咧，佢唔同嘅波段產生出嚟咧，嗰個相差咧係好大嘅。咁我哋就可以判斷咧，呢個係真正嘅火災嚟嘅。咁所以咧，我哋就有咗呢個功能咧，就去減低嗰個唔明嘅機會。咁但係當然啦，喺呢度都講唔係100%全部係冇唔明。當你正如果裝正喺一個好近個譬如煲緊水嘅地方，咁當然一定都會有唔明啦。咁所以咧，安裝嘅位置亦都要適合。咁另外咧，安全係非常之緊要嘅。我哋嘅產品咧，其實係已經攞晒唔同嘅認證。首先我哋係有國標中國國家強制性產品認證3C 啦，我哋叫做 GB20517，同埋咧我哋有歐盟 CE-RED 嘅 certificate。咁同埋最近咧，我哋亦都攞咗呢個消防嘅 letter， 咁去support 翻我哋呢個產品。咁我哋個方案咧有6個主要嘅核心功能嘅規格，同埋硬件嘅規格。
咁我哋第一就係頭先講啦，我哋有煙霧嘅警報啦。第二我哋有高溫嘅警報啦。第三我哋有頭先有一個自檢嘅一個功能啦。第四咧，我哋其實仲有一個叫低用電，即係叫低電壓嘅警示嘅。因為我哋係入電芯嘅，當個用電量係低過20% 嘅時候咧，我哋就已經係會透過頭先我哋嘅登記咗嘅 WhatsApp 咧，係會通報俾嗰啲緊急聯絡人咧，話翻俾佢知個電咧係低過20% 啦，係需要用電嘅。咁呢個時候咧，其實大概咧仲有1個月嘅時間咧，俾佢咧係需要喺呢個時間裏邊盡快去換一個新嘅電。咁而我哋嘅電咧，原本咧其實已經係有3年個長嘅效嘅續航嘅。咁我哋係用2A 2粒電池嘅供電。咁我講埋嗰6個核心功能，仲有2個啦。第一個咧，另外一個咧，第5個啦，就叫做防破壞保護，即係我哋叫 Tamper Alarm。如果有人拆咗個機咧，我哋即時喺 WhatsApp 亦都收到警報。最後咧，我哋係做到一個網絡同埋系統，我哋自我檢報嘅。因為我哋亦都咧係會喺我哋個 sensor 嗰度咧，我哋係會度翻佢個 sensor 有冇心跳，會唔會壞咗啦？又或者我哋同佢溝通唔到啦？當如果有呢啲咁嘅問題嘅話咧，我哋亦都會透過 WhatsApp 咧係會通知翻緊急聯絡人嘅。登記咗嘅聯絡人，咁我哋嘅硬件核心就我哋用一啲阻燃嘅外殼 ABS 塑膠啦，咁我哋頭先講過3年嘅續航電芯啦，有10年嘅元件嘅壽命啦，同埋我哋有一個4G eSIM 嘅網絡嘅 module 喺裏邊嘅。咁喺呢度方便大家咧，我做咗一個比較啦，產品比較啦。咁簡單嚟講咧，我哋就係一個整合嘅方案，因為我哋係希望做到咧，就係方便普羅大眾市民，唔需要大家擔心要自己去點樣去駁嗰個網絡，個網絡需唔需要好穩陣啊？究竟點樣揀法啊？同埋就係會唔會個連接上邊有問題啊？我哋全部已經做晒呢啲測試㗎啦。咁我哋唔需要經過網關，頭先咁講啦，所以我哋亦都同埋行呢個雙網絡啦。咁所以我哋咧嗰個連接上面咧，亦都係非常之強嘅。咁而我哋售價咧，亦都好簡單啦。我哋一個價錢其實包咗第1年嗰個數據用量噶啦。咁唔需要自己搞好多嘢嘅。咁我哋係一個原生，頭先講啦，原生對接 WhatsApp 通訊嘅，直接用 WhatsApp 就登記到，跟住就直接推送。咁所以我哋係一個整套服務，我哋係非常之完整。客戶係唔需要再額外花時間、花精神去了解究竟要點樣去整合成個方案。咁我哋嘅場景咧，因為頭先咁講啦，我哋無線啦，我哋唔需要網關啦，我哋其實咧個應用咧，所以就非常之方便，好多地方都可以用到嘅。一般家庭啦、長者啦，而家講緊大維修，其實都可以喺啲走廊嗰度裝翻呢啲裝置啦。嚟緊嘅簡樸房啦，或者而家嘅劏房啦，一啲偏遠嘅村屋啦，同埋一啲建築緊嘅地盤同埋寫字樓，呢啲全部都可以應用喺裏邊嘅。咁一般家庭去注重佢嘅痛點就係，我冇理由要拉線咁核突啦。咁我哋其實呢個係美觀性嚟講，我哋其實個產品係唔需要拉線啦。咁亦都其實都設計都幾靚仔下嘅。咁唔需要額外駁 WiFi 啦。咁好簡單就可以裝好晒成個嘢啦。唔需要特別去下載一個 WhatsApp 其他嘅 Apps。咁可以方便，尤其是啲長者啦，佢哋好怕用一啲智能手機嘅 App。咁好方便，佢就輕鬆掌握到我哋嘅運作咁樣啦。咁喺斷電嘅時候，我哋就亦都確保到全天候嘅無縫保護啦。長者咧係火災嘅高危一族嚟嘅，因為佢哋嘅行動能力啦，佢哋嘅認知能力啦，咁加埋咧佢哋未必有記性，咁好多時都會形成一啲火警，而佢哋逃生嘅能力亦都可能好缺乏。
咁所以咧，我哋呢啲場景咧，亦都特別適合嘅。咁我哋加埋咧，其實長者係好怕唔明嘅。當一啲產品一唔穩陣，可能就以後都唔會再用啦。咁所以我哋咧，個產品係會因為咁樣，我哋揀一啲最可靠、唔明率低嘅一啲煙霧感測器，去減少長者嘅不安。咁啊，最後其實亦都，如果有啲獨居長者，亦都可以用呢啲裝置咧，去連接一啲社福機構啊，或者社工啦，透過呢個遠程嘅做一個叫做被動守護啊。咁大維修就係大維修期間咧，其實係好多消防裝置咧係會暫停咗、關閉咗同埋受干擾嘅。咁所以咧，加上其實亦都好多雜物啦，咁所以其實係亦都係一個高危嘅地方。我哋呢個咧，我哋或者喺呢度咧可以睇一睇我哋消防員嗰邊亦都好有心啦，做咗一段喺維修或者臨時裝修期間，好多時候都要臨時關閉消防系統。咁但係萬一呢一段時間發生火燭點算好咧？有啲乜嘢保障我可以做得到？今日同大家介紹呢一款嶄新技術嘅 4G 多網絡煙熱感測器。同傳統煙霧警報器唔同咧，我哋呢一隻感測器採用咗 4G 嘅多網絡時刻技術。不過大家記得呢個空調表係好樣就會失效㗎啦。佢可以喺發生火警嘅時候咧，就即時透過 WhatsApp 通知你嘅緊急聯絡人，俾大家都知道有火警嘅危機，即係你知，俾屋企人知。喺停電同埋喺冇 WiFi 網絡嘅時候，我哋依然保障你嘅安全。佢嘅安裝同設定極之簡單，只要你有 WhatsApp 就可以即刻填好緊急聯絡，唔使3分鐘㗎。喺裝修環境，除咗大塵之外，又多廢氣，但係我哋感測器亦具備咗 AI 智能防偽技術。唔單止咁，仲係3C 同埋 CE 認證。無論係大廈維修、臨時裝修、獨居長者定係租盤單位，我哋嘅 4G 多網絡煙熱感測器都可以為你爭取火警逃生嘅機會。即刻到防火易網店全球。好啦，咁我哋推出市面咧呢個產品咧，真係冇幾耐嘅啫，個零2個月左右。但係咧，我哋都做咗好多市場上面嘅一啲宣傳啦，包括我哋去央視嗰邊啦，咁去講述我哋嘅香港嘅品牌啦，我哋嘅創新嘅歷程啦。我哋喺啱啱對上嘅 Build for Asia 亦都係分享呢個用呢個物聯網嘅技術點樣去幫到呢個香港去點樣發展去嗰個智慧城市啦。咁我哋亦都個產品成功落地啦，有一啲大型嘅物業管理公司啦，同埋一啲鐵路啦，咁都用緊我哋嘅呢個產品嘅。咁我哋亦都咧攞咗一啲國際嘅獎項嘅。我哋因為喺 ESG 方面，我哋目標係做一個咁嘅去做一啲安全嘅嘢啦。咁所以咧，我哋亦都得到一啲國際嘅權威嘅肯定。咁喺呢度亦都幫大家咧做咗一啲常見問題，因為我都見到已經喺你哋個 Q&A 嗰度有啲問題，可能呢度都已經答咗你先㗎啦。咁第一咧就係電池可以用幾耐啦？咁大概頭先都講過有3年。咁當剩翻20% 嘅時候咧，就會透過 WhatsApp 去通知嗰個登記咗嘅人啦。咁幾耐收集一次數據啦？其實咧我哋一旦收到嘅火警 detect 到個煙霧頭有響 alarm 咧，其實我哋就會即時已經發送個警報㗎啦。咁當然啦，係會有10零秒嘅時間，需要由一個現場嗰個警報器傳到去個 WhatsApp 嘅系統。咁但係咧都已經做到佢基本要做嘅功能，就係盡早去通知一啲緊急聯絡人，去再揾幫手。咁除此之外咧，其實我哋亦都做到咧個機器咧，我哋每一日咧都去發送一個心跳出嚟咧，我哋係檢查翻佢呢個機器係咪正常，會唔會有故障？如果有故障咧，亦都透過 WhatsApp 咧去通知用家。sorry 啊，第3條問題係打錯咗嘅，咁就係啦，咁唔好意思。咁第4條問題答案咧就係
數據收費係點計嘅？咁好多頭先都講過，我哋其實係一個產品，首先第一年已經包咗佢嗰個月費嘅服務費，我哋已經包含咗嗰個數據卡喺裏邊嘅啦。咁之後咧，其實每一年咧就個續費用我哋個 WhatsApp Notification Service 呢樣嘢咧，只不過係365蚊一年，即係話1蚊一日嘅啫，咁就可以換足到1年嘅安心保障。咁最後啦，同大家亦都分享翻啦。其實我喺我哋研發、我哋做呢樣嘢嘅同時咧，其實政府咧亦都其實對於 IoT 咧係一個作為一個肯定嘅，因為點解咧？佢已經其實喺啱啱喺通函第3/2026號呢個通函裏邊咧，已經發布咗俾全港嘅承辦商咧，亦都講翻咧，就係話喺6層樓舊樓嘅以下嘅樓宇咧，其實係已經用 IoT 物聯網偵測系統咧，成為一個替代方案。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已經其實政府咧，亦都已經睇緊呢啲最新嘅物聯網科技。咁所以咧，我哋咧其實亦都其實係喺參與其中嘅。我哋而家第一個階段，我哋就已經喺做咗一個 Cudgel 嘅獨立嘅煙霧感測器，但係有警報功能可以發放到出嚟。但係呢樣嘢咧，其實我哋係好有信心咧。我哋喺第2期裏邊咧，我哋會做得更全面，係做成個系統出嚟。咁我哋呢個系統咧，係無論係去到平台啦，至到每一個部件，由呢個淨煙霧感測器至到去其他嘅部件，包括就係一啲撳手啦，同埋巴薩啦。我哋成套系統咧，我哋都希望可以喺第2期裏邊咧推出嚟，幫到我哋香港呢個城市嘅發展，幫到我哋每一個市民。最後咧，喺呢度真係同大家要分享一個唔好，即係好傷心嘅故事啦。其實喺最近5月22號咧，都有一個新聞。呢個新聞咧就係喺佐敦文苑樓嘅一個例子。咁呢個女士咧，其實係即係執紙皮為生嘅。咁嗰日佢就出咗去做執紙皮，但係佢嘅老伴啦，係坐輪椅嘅喺屋企。你見到呢間屋咧，正中晒嘅大維修，出邊有晒棚網，劏房環境好擠迫，好容易着火，中晒。當火警嘅時候，佢其實咧佢已經翻咗去，但係佢拉唔走佢個先生，因為已經太遲啦，佢嘅手都燒傷咗，佢救佢都救唔到。咁所以咧，其實往往就係真係1分鐘就係1分鐘。我哋好多時火警嘅時候，好多都係屋企冇人嘅。咁我哋其實真係如果有咗一個裝置，可以遠程咁話到俾佢屋企人知，多1分鐘反應時間，多一重守護。其實呢個咧，正就係要解決而家獨立煙霧感測器個盲點。我哋希望真係好有心咁幫到市民去解決呢啲，我哋用科技去解決呢啲問題。屋企其實係應該我哋最珍惜嘅地方，但係火警意外咧喺幾分鐘就會發生。咁我哋係咪做足晒準備去守護我哋屋企人同埋我哋嘅財產咧？咁啊，呢度咧就分享到咁多啦。咁我希望咧大家都有一啲得着啦。咁就如果有啲乜嘢地方咧，亦都可以大家一齊交流下嘅。咁有問題亦都可以喺呢度問之餘，亦都可以 send email。如果答得唔好嘅話，send email 再可以問我哋都得嘅。咁啊，多謝 Charles 精彩分享啦。咁就睇下現場嘅參加者會唔會有任何現場先係。
或者線上我哋都收到一啲問題嘅，咁就有參加者問：請問一般市民想去購買家居滅火設備，都會考慮設備嘅適用性同埋正確使用同保養嘅問題。仲有一般市民喺購買之後可以點樣去了解滅火設備嘅基本使用同保養方法咧？設備供應商又會唔會提供專業意見，又或者一啲基本使用同保養訓練？或者我可以回應呢一個問題啦。咁其實一般嚟講咧，無論係喺消防處嘅一啲宣傳教育嘅材料啦，定抑或係設備供應商其實都有製作咗好多一啲公眾教育嘅資訊。咁比如我哋剛才喺分享嘅時候，有播放一啲嘅短片，亦都有去做一啲嘅分享。呢一類型咧，其實都係目的希望去提升公眾嘅防火安全，同埋應對我哋設備使用上面嘅一啲嘅疑問，包括保養、維修、安裝等等。咁同時咧，我哋比如我哋防火易有限公司，其實一直都有去做一啲嘅宣傳推廣。咁包括一啲嘅公益社區推廣啦，一啲係去入到唔同嘅住宅樓宇，又或者係辦公室唔同嘅處所，一啲嘅團體嚟去做防火教育嘅。咁呢個服務係一直都有提供，同埋可以預約去俾我哋嘅設備使用者咧，能夠有一個嘅設備使用嘅操作訓練，同埋一啲保養嘅資訊，希望可以解答得到。好，第二條問題就係請問光感探頭同埋 multi sensor 探頭如何在家中測試？咁就或者我可以先回應我哋嗰個光感探頭先啦。咁其實大部分我哋有售賣嘅，即係有提供嘅一啲嘅煙霧警報器啦、光感探頭啦，我哋會有個測試按鈕嘅。咁我哋鼓勵我哋嘅使用者咧，每一個月至人喺家入面咧，就係去按照我哋廠商設備嘅說明書嚟去做翻一個測試。係啦，或者嘅 multi sensor 啦，我諗即係叫做複合式嘅煙霧感測器啦。咁頭先都講，你睇翻佢係度啲乜嘢嘅？咁係度煙霧同埋度熱嘅，我哋嗰隻。咁嗱，煙霧嚟講咧，其實咧坊間咧，其實都可以喺鴨寮街咧買到一啲叫呢個叫 smoke detector tester 咁樣樣嘅。咁可以用呢個咧去噴落去我哋呢個感測器裏邊啦，咁就做一個測試嘅。咁但係咧熱咧就比較真係困難啲啦。咁就如果要做咧，亦都可能會報銷咗噶啦。做完咗之後有機會。咁呢個就係嗰個困難嘅地方啦。如果熱嗰方面就咁，第三條問題就係請問4G 多網絡獨立煙霧感測器用乜嘢形式供電？可以維持多少時間仍然有電？好啦，咁頭先咧都有講過嘅，我哋開翻呢個蓋咧，其實裏邊咧就有兩粒 2A 嘅電芯，咁市面上咧係好容易買到嘅。咁當如果冇電嘅話咧，其實佢咧係基本上正常使用咧係用到3年嘅。咁唔正常就係你日日成日撳佢啦，咁跟住響用晒啲電啦。咁所以我哋其實正常係3年嘅，咁但係亦都唔使擔心。總言之，一冇電，提前20% 冇電，用到咁上下嘅時候咧，已經有警報話到俾你知，叫你去換電噶啦。咁跟住係呢條啊，淨係呢條先。sorry， 冇咗嘅。呢條，請問安裝使用4G 網絡發送至 WhatsApp 嘅探頭是否需要向消防處申請？另外想問同消防處最近推出嘅物聯網系統嘅適用性嘅分別。OK， 咁咧答翻第一條問題先啦。唔需要向消防處申請嘅。因為咧呢個其實係歸類係一個叫做獨立煙霧感測器，但係消防處咧係亦都出咗通告咧，呢啲感測器咧你市面上買咧一定係要有認證嘅。咁我頭先都分享過啦，我哋有幾個認證啦，我哋有3C 嘅認證啦。咁但係因為有通訊裏邊，所以我哋有 CE 嘅 Red 嘅認證啦。咁但係咧，亦都因為好多市民咧都或者一啲
customer 咧，佢哋都 concern 會唔會有張消防嘅 letter 去保障下？咁所以其實咧，我哋都一樣有一封消防嘅信咧，去做翻一個 backup 嘅。咁跟住未答完嘅第二部分係其實咧而家最近消防處推出嘅物聯網火警偵測系統咧，同呢個咧係兩樣嘢嚟嘅。咁我哋呢個咧係一個煙熱感測器，而推出嗰個嚟緊新嗰個就係煙同埋用 CO 做一個感測。同埋咧，佢唔係單一，淨係用一個感測器，而係成套方案，要有埋頭先講嘅 Brickgas 啦、BASA 啦，同埋一個平台去做一個遠程嘅監控嘅。咁所以咧，呢個係兩個唔同嘅方案嚟嘅。咁啊，再落下一題就how much would be the cost if I want to install the detectors in my house to enhance fire safety? Would it be just the cost of the detectors only? 嗱，咁其實頭先有講到啦，消防處係鼓勵家居用戶係自行去添置同埋安裝一啲嘅獨立火警偵測器，包括一啲嘅煙霧警報器啦。咁所以咧，現行其實係可以自行去購買同埋安裝嘅。咁若果係咁嘅咧，就只會係需要購買煙霧警報器嘅成本啦。咁至於安裝服務咧，就部分嘅供應商可能都會有提供，咁就價格有別。咁至於其實現行頭先都有講到，就係有好多唔同類型嘅煙霧警報器，包括各類型嘅形狀啦、種類啊、顏色等等。咁其實若果我哋最經濟實惠嘅咧，大約係150蚊至200蚊港幣，其實就能夠添置到一個嘅煙霧警報器喺屋企。咁呢個價格嚟講係非常之實惠嘅。好，跟住另外一條問題就係 any cyber security issue 或者 risk for the Unity solutions。咁嗱呢個咧係一個駁上去一個好似一個電話咁樣去用 WhatsApp 通知翻嗰個用家。咁所以咧，用家用上嚟咧，首先咧佢係要駁去我哋 Unity 嘅 WhatsApp 系統。咁首先就當然啦，即係你哋唔好要認清楚係我哋 Unity 嘅 WhatsApp number 先至好同佢溝通啦。就唔好誤信其他嘅 WhatsApp 可能模仿我哋咁樣。咁呢個你哋用家一定要自己去提醒呢個警覺咯。咁就最後一題 ，For the smoke face protection headhood, please advise what kind of international safety standards have been approved. Is it only the Chinese standard, like the 3C standard? Please advise. 嗱，其實對於我哋嘅一啲防煙面罩咧，有唔同嘅種類，唔同嘅供應商、唔同嘅產地，而佢哋嘅有效功能啦，又或者係適用嘅功能，亦都會有別。咁最常見嘅咧就包括我哋係符合咗國標3C 嘅認證啦。咁部分其他咧亦都會有各類型嘅測試，又或者係唔同嘅一啲嘅認證係通過咗。咁呢個係詳細可以參考翻個別產品嘅一個test report 啦，又或者係佢哋嘅一啲嘅宣傳嘅物品。咁相關產品嘅資料咧，其實大部分嘅供應商，包括我哋防火易有限公司嘅平台 fireisfire.com， 亦都喺每一件產品入面咧係有俾我哋嘅消費者，又或者係有興趣去添置嘅用戶咧一個詳細嘅信息嘅。而我哋亦都係就住呢一類型嘅產品咧係持續咁去更新緊資訊，亦都係歡迎一啲用戶係可以同我哋個別去查詢某一個嘅產品係咪符合部分嘅認證。最後好似又有多啲問題喎，仲有時間係嘛 ？OK， 咁我見到啦嗱，跟住一條問題就係 What is the design life of the detector？ 逐條答先啦。咁咧就頭先講過嘅，其實都就10年，我哋個元件就係有10年嘅壽命嘅。咁當然啦，如果佢真係譬如有火災嗰啲，就要報銷啦，即係用過有機會真係會影響到佢嘅，真係。咁所以亦都其實建議啦，頭先呢度題外話啦，建議啦，真係每定期咧都撳一撳呢個 test button，check 下個 WhatsApp 係咪收到呢個警報。如果有啲咩問題咧，亦都可以即刻去 WhatsApp 翻我哋嘅客服，我哋會有
專人咧去盡快聯絡翻個用家嘅。喺現場都有人想問啊。係，問住先，係，因為仲未問，未答完，不過你講你。好啊，我3個問題嘅。嗯。第一個就回應翻頭先你講過嗰個面罩啊，嗰個叫防火面罩啦嚇。但消防員咩 BA 入火場係好容易明白嘅，因為佢有氣樽，佢亦都有個好厚嘅面罩，所以佢入到火場亦都出唔到火場。咁相比之下咧，即係頭先你介紹嘅嗰個防火面罩咧，又薄又輕又冇氣樽，咁但係佢亦都有嗰個即係都佢可以發揮到嗰個功用。嗱，消防員用嗰套 BA 咧，我好容易明白嘅嚇。材料係好隔熱啊，又有 rubber sealing 啊，又有空氣啊嚇，又識響雞警報武器，呢啲明嘅。面罩咁輕便，可唔可以講解一下佢點樣？佢大約個構造，佢係點樣可以令到好似頭先介紹咁樣講，20分鐘可以捱到個人出火場啊？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咧就係頭先有幾段防火儀嘅介紹片，我係感到有趣嘅，就係每一次應用嗰啲防火設備嘅之前咧，都會戴住個眼罩，塞好隻耳仔。問題話我喺屋企，我要用到已裝設嘅防火設備嘅時候，我應該會咁冷靜地戴眼罩、笠耳仔之後先用。問題就係嗰個動作係有啲乜嘢嘅作用，佢係咪需要咧？第3個問題就我係一個，你當我係一個工程師，當我係一個住家男人，因為咧我見到咗防火氈咧，咁掛喺屋企嘅話咧，其實會好令我聯想到就係話我喺其他地方都見過防火氈嘅，咁佢擺嘅地方咧又又唔光猛。換句話講咧，係好容易從社會處計嘅。如果防火氈佢 unintentionally 未必想咁樣嘅，但係如果佢成為咗啲藏污納垢嘅地方咧，當然十分理想。換句話講，個問題就係話佢個包，可唔可以講一講個包裝係點樣，可以杜絕咗呢樣嘢，令到我裝防火氈，我除咗可以安心，佢可以喺火警發生初期救我一命嘅時候，佢唔會我未來藏污納垢後患無窮。好，多謝你提問。咁啊，我逐一回應。咁啊，先回應咗第一個關於防煙面罩嘅一個介紹先啦。咁其實嗰個防煙面罩咧就唔能夠同消防員嘅 BA 相提並論先。呢個首先第一啦。咁BA 係一個專業嘅儀器啦，而防煙面罩係我哋應用喺家居入面，希望有助逃生嘅一個工具。咁就當我哋去選擇一啲嘅防火工具去提議或者去建議俾家居嘅用戶時候咧，都必須要考慮到佢嗰個嘅便利性啦，佢嘅售價啦，以及係咪容易操作。咁而防煙面罩咧，係我哋經過咗各類型嘅搜尋之後，評估比較一個適用於家居應用嘅場景。咁可以講多少少關於防煙面罩嘅一個操作嘅原理或者佢嘅設計。咁其實當然首先第一就係唔同防煙面罩嘅設計都會有別啦。咁但係不過佢哋嘅功用亦都係一致嘅，就係去過濾我哋喺火場入面嘅空氣。咁包括咧，其實我哋大部分嘅面罩咧，佢嗰個設計入面都係有一個嘅濾芯，係啦，一係就一個濾網設計，一係就類似好似有豬嘴嘅設計。其實入面都係一個濾芯咧，去俾我哋過濾火場入面，尤其是係一氧化碳，係啦，咁係最主要係處理過濾咗一氧化碳，令到佢哋吸入嘅空氣，起碼唔至於係即時致毒。係啦，咁第二咧就係嗰個防火功能啦，係咪真係好似嗰一套消防員嘅 BA 一樣，可以喺火場之間穿梭咧？呢個唔係嘅。我哋所有嘅防煙面罩咧，其實係一個我哋面對突發情況，
短期內希望能夠協助我哋嘅住戶逃生。咁所以我哋嘅設計並唔係俾佢可以長期之間喺個火場之中穿梭，又或者係譬如20分鐘不斷用火燒個防煙面罩都唔係呢個設計，只係我哋喺一個比較可取、能夠平衡到嘅情況底下咧，嚟去協助我哋住戶去逃生。咁詳細唔同嘅設計，包括有部分係用一啲嘅防火纖維物料啦，有部分係用其他嘅物料去製成防煙面罩。呢個都係視乎翻唔同嘅供應商型號以及佢哋嘅一啲嘅功用啊，又或者係佢哋嘅簡介啊，佢哋喺實驗室嘅測試報告都有所唔同。咁呢個我哋可以稍後就住唔同類型、唔同型號嚟去做一個探討交流都得嘅。咁就第二個問題就係講到，我可以回應咗滅火氈嘅問題先啦。其實滅火氈嗰個嘅設計咧，我哋而家一般市面上售賣滅火氈咧，會係有2大種類嘅。咁第一種係袋裝，第二種咧其實係盒裝。咁頭先講到話，可能放喺一啲廚房嘅位置，會招來一啲蛇蟲鼠蟻或者油煙水蒸氣等等咧。呢個我哋比較建議，其實第一本身安裝位置好重要。我哋唔會或者唔建議啦，將防火氈係直接係安裝喺一個爐火隔離。係啦，咁當然因為着火期間都唔容易去攞得到嚟去做一個滅火功用。咁我哋係會安裝喺一個廚房稍為遠離最高風險發生火災嘅位置，比較遠少少嘅距離啦。取一個平衡點啦，當然係又攞得到，亦都唔至於係身處一個危險嘅情況嚟去攞到嗰張滅火氈嘅。咁所以嗰個嘅安裝位置就第一好重要啦。第二喺嗰個設計上面咧，無論係袋裝定或係盒裝咧，其實我哋都係會有一個封口位嘅。袋裝嘅滅火氈咧，其實係將滅火氈喺個袋入面，而下面封口位會有一個黏貼。咁嗰個黏貼咧就可以第一避免將滅火氈因為倒轉噶嘛，避免佢跌落嚟先。第二亦都避免咗有一啲譬如你所講嘅老鼠啊、蛇蟲鼠蟻爬入去。而盒裝就更加好啦，盒裝我哋係有一個蓋嘅，係啦，就可以去閂翻個蓋位啦，亦都係可以保障得到我哋喺使用滅火氈嘅時候咧，入面個狀態係唔會俾外在環境去有一個影響，又或者係可以講話污染啊等等嘅。咁再者咧，就係要提醒我哋嘅家居用戶，就係買咗有添置咗我哋設備咧，一定要去做保養，合適嘅保養，同埋要去識得使用。咁所以包括我哋嘅防火氈都係嘅。如果根據消防處嘅建議，其實就係每一個月都應該去檢視我哋嘅滅火氈。咁檢視咧，其實最重要就係打開滅火氈咧，我哋去目測究竟有冇一個明顯嘅物理損壞。假如可能真係俾蛇蟲去咬穿咗，又或者係因為潮濕而導致防火塗層嘅剝落等等，呢啲我哋要去處理。係啦，咁所以透過一個恆常嘅檢查、保養同埋就係一個合適嘅安裝位置咧，以上嘅問題應該係可以有效地去處理得到嘅。係啦，另外第三個問題，唔好意思，介唔介意？係嗰個係啦，影片上面咧，大家剛才都會見到我哋示範用滅火筒同埋滅火氈咧，都係有帶到一啲嘅眼罩同埋一啲嘅耳塞啦，係啦。咁其實嗰個咧純粹係因為喺拍攝情況底下咧，一個 staged 嘅一個火災，我哋必須要確保整體嘅安全，咁包括我哋現場拍攝嘅安全，咁所以嗰個係我哋去做多一步。係啦，因為我哋其實好多時咧，無論係唔同嘅情景也好，家居防火也好咧，我哋都好建議喺一個能夠合適嘅情況底下做多一步。而喺我哋影拍攝嘅時候咧，都係希望可以做足安全措施，保障我哋同事嘅安全。而同樣地喺家居防火一樣，我哋去添置一個家居四寶，又或者去添置一啲嘅手提式滅火裝置，亦都係做多一步嘅情況。希望可以透過行多一步，做多一步，提升同埋增加我哋家居嘅防火安全。多謝你。咁時間又係第一題定OK，咁我盡量答啦。其實頭先有4，即係嗰個有其中一個觀眾其實問咗4題嘅，不過淨係答咗1題，我答埋佢啦。咁其他嗰啲咧唔好意思啦，可能你就 send email 再問啦。如果同我有關，咁有 any blind spot that prohibit sending WhatsApp notification？ 其實個原理好簡單嘅啫。其實呢個係都有盲點，即係最緊要有 limitation 就係話最緊要收到網絡，擺嗰個位要收到網絡，接收嗰個 WhatsApp 嗰個人要收到網絡，咁先至
通到電話噶嘛，先至 send 到 message。咁就係呢樣嘢啦。咁第三條問題就係 will all the detector alarm together to alert all people in the area when one of the detectors goes off。我理解，我唔知係咪理解個問題，即係話係咪拆走咗，定係點樣樣，就會唔會 alert 嗰啲人嗱？頭先都講啦，有個 temper alarm 嘅，咁就如果開咗個蓋，咁佢就會即刻就亦都有個 sensor 喺裏邊，就會通知嗰啲人啊，你個 sensor 係俾人拆走咗啦。因為其實咧 wireless 有個唔好處就係可能會俾人偷嘅，因為冇駁線。咁所以咧，我哋亦都有呢個功能去做咗呢樣嘢。最後 any choice of the detector color， 唔好意思，我哋都係最普遍白色嘅不過都幾靚仔嘅設計咁樣樣。咁有其他嘅問題，可能就真係 email 熒光幕 email 俾我啦。咁或者你都要埋尾講幾句。好多謝兩位嘅演講啦，係啦，介紹佢嘅防火產品俾我哋認識啦，睇下增加大家嘅防火安全知識啦，係啦。咁為咗表示嘅感謝，我哋有請我哋今屆嘅主席Engineer Dr. 張為我哋頒發感謝狀俾兩位。好。多謝你嘅邀請。一二三，張一二三。3、2、1。好 ，thank you。好多謝大家嘅出席。咁今日咁就係依家結束啦，係啦。咁網上朋友多謝大家，係啦，現場。